本地疫情指挥中心伫咧烦恼讲，这28年假过后，病例数可能会冲悬，冲到2万例左右。不过今仔日只有12000多例尔。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台湾是300多天以来疫情的上低点，当咧规划轻症免通报降级等等措施。另外，也针对国内出现2例本土交织的疫情，也当咧讨论讲，敢要加买疫苗。 疫情管控豆豆放量，原底估计28年假了后的 COVID-19 疫情高峰，可能会冲悬到一天2万例。不过，初二公布的新增加病例只有1203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疫情下降趋势稳定，咱当咧300多天以来疫情的上低点。我们这一周的平均本土那每一天是11842，比上一周平均是14996那是下降了不少在死亡的部分也从这个56那下降到43。指挥中心表示，未来解封的措施会看3月初6校园翠暗解封了后的状况，搁再宣布。安省解封会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社区确诊者轻症免通报；第二阶段医疗院所感染管制调整；第三阶段把 COVID-19 为第5类传染病降做第4类。我们3月会做第一阶段，那这个4月或做第2个阶段。 那可能5月的时候就是做第3阶段，那也许会再快一点，改成第4类的同时，我想我们指挥中心就会降级开设或者是解散。另外，针对国内交织疫情，台湾南北各出现一例本土个案，彼此关系无相连，烦恼可能为疫情的传播，已经扣出25个接触对象，其中6个高风险对象目前拢无出现症头，初二也会参专家讨论注交织疫苗的对象。 会讨论，就是说开放这个更多具有高暴露风险的这个对象，不管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暴露的关系而导致说有较高传染到猴痘的风险。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当咧甲药厂直接要买交织疫苗，专家会议也会讨论疫苗要买偌济，而且要安怎向关键族群来宣传，上紧初3就有采购计划。记者讲到随台北报道。